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ndy 文龍。專業領域係人參花膠批發。自1965年家父創立榮德行開始，我哋一直喺上環經營參茸海味批發生意，至今已經60年，信譽可靠。喺2019年底，我正式接手呢個家族生意，發展至今，除咗主要銷售接近50年嘅陳年老花膠，以及俄羅斯海參崴嘅野生人參之外，當然我哋仲有各種鮑參、刺肚、蟲草、燕窩，我哋嘅花膠同埋鮑魚亦都相當受歡迎㗎。除咗喺宴會上，大家好鍾意用嚟款待上賓之外，好多時都會三五友好，一邊品嘗鮑魚美食，一邊傾生意合作，輕鬆開單，成功率倍增。由於市場嘅趨勢，我哋正積極籌備緊御宴級嘅高端預製宴客菜，好似鮑魚、花膠、遼參呢啲咁繁複嘅烹飪工序就交俾我文龍啦。以後大家隨時可以喺屋企宴客，擺幾圍都得。過年過節仲唔使忙到一頭煙，多啲時間享受天倫之樂。當然，我都好希望我嘅御宴級鮑參刺肚可以做到香港原味道，成為香港嘅手信，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。